好多人過咗45歲，成日腰骨酸軟，驗身先發覺骨量流失、骨質疏鬆，使大錢買鈣片，又周圍為補腎藥材煲湯，落到最後腰依然墜，骨依然軟，完全盤唔到病做。絕大部分人一世都俾觀念恰咗，以為養骨淨係識得補腎。易經一早拆穿個中玄機，坤土先係我哋一身骨氣嘅根本。唔搞懂呢層道理，任你使幾多銀紙，最後都只係做水魚，得唔到半分着數。易經以乾坤定天地，乾為天，主剛健骨相；坤為地，主承托滋養。坊間人人都曉得腎主骨，生骨髓。一講腰酸骨弱、骨質疏鬆，第一時間就諗住補腎，偏偏好多人忽略最核心一條道理：坤土先係一身骨氣可以長久維持嘅根基。就算先天腎氣幾足，若果冇坤土負責承托、運化、輸送、營養精微，再多腎精都冇辦法轉化成滋潤骨骼嘅養分。坤卦遁辭講：自哉坤元，萬物滋生。擺落人身就係脾胃中州，脾胃屬坤土，負責承接飲食水谷，化出氣血津液，好比大地吸納風露日光，孕育草木山巒。骨骼就好似山頭巨石，石頭想要穩固不崩，全靠底下泥土源源不斷供給養分。一旦泥土貧瘠龜裂，巨石日積月累，自然風化鬆散。呢個就係人體筋骨盛衰最淺白嘅象理。好多人過咗45歲，慢慢發覺腰脊容易酸軟，做少少嘢就攰到抬唔起身，上樓梯膝頭癢扭，無端骨痛，檢查先見骨量下跌、骨質疏鬆，不斷掃各類補骨產品，日日進補，收效微乎其微。個中症結多數唔係單純腎氣虧虛，而係坤土日漸衰殘，脾胃運化能力走下坡，再好嘅滋補物滯留體內，輸送唔出去，骨骼長期缺乏濡養，久而久之自然失固。天地時序有消長，人身氣血亦有盛衰分界。45歲正係一道難跨嘅分水嶺。黃帝內經講：陽明脈衰，陽明對應脾胃，正係一身坤土。年輕時坤土厚實，消化力強，三餐飲食轉化成精微物質，上滋心肺，下填肝腎，筋骨氣血循環暢順。就算偶挨勞累，唞一陣就回復狀態。踏入45歲之後，幾十年飲食習慣、思慮操勞，不斷耗損中土元氣。中年人上要顧長輩安老，下要擔仔女開支，為咗食，日日壓力纏身，思慮最傷脾。脾屬坤，坤性最中意安寧順和，長期憂思鬱結，氣機困在中焦，坤土運作失實。再加好多人長期飲食冇規矩，冷飲凍嘢不斷，時飽時餓，三餐唔跟蹤，日積月累，蠶食脾胃陽氣。坤土一旦失溫，運化不暢，頭先未必會胃痛大作，只會慢慢滲出全身性虛損。好多人自覺胃口尚可，但食完容易飽脹，大便時溏時結，身體成日重聚。呢啲就係坤土開始變薄嘅徵兆，只係大家唔放在眼內，等到腰軟腰酸頻繁發作，先醒覺，身體響起警號，以義理拆解。土居中央，統攝四象，金木水火全部要依託，土氣先可以生化。腎水能夠生髓養骨，大前提係坤土消化水谷，做出氣血去滋養腎精。五行相生次序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成個循環缺一不可。脾胃坤土衰敗，氣血生化源頭斷咗，腎精冇後天源源補充，只可以不斷消耗先天本錢，好似一個只出唔入嘅儲水池，
腎精日日虧損，骨髓跟住空虛。好多醫者淨係識教人補腎，唔明白中土先係後天補給源頭，只曉得加水，唔識固土，水土唔能夠相濟，補入體內嘅滋補品堆在中焦，生出痰濕，阻塞經絡，骨骼依然得不到養料。睇大自然就明白，沃土深厚，山岩先穩，土地沙化貧瘠，山體就容易風化崩塌。天地象態同人身一脈相連，正係二道天人相應嘅本意。坤卦六柔純陰，厚德載物，承托全身骨骼肌肉。人體200幾塊骨，靠肌肉筋膜固定支撐，而肌肉筋膜全部由皮土掌管。皮旺就肌肉厚實，實實冚冚包住骨骼，受外力撞擊都唔容易受傷。脾胃虛弱，坤土氣薄，肌肉萎縮鬆弛，骨架冇外圍支撐，腰椎脊椎長期受壓，腰酸背痛陸續出現。骨骼長期缺乏，氣血津液浸潤，骨質慢慢流失，骨質疏鬆就跟住上門。現代人有一個好大誤解，以為骨質疏鬆就等於缺鈣，淨係識向外求礦物質補充，唔諗下身體究竟吸收唔吸收到。補鈣好比向乾涸龜裂嘅土地落肥料，泥土板結，肥料滲唔入地底，一落水就沖走，白白浪費。脾胃坤土就係呢塊承托養分嘅土地，中土運作正常，食落肚嘅營養先會化成津液，沿住血脈送到周身骨骼。假若坤土衰殘，吸收通道閉塞，落幾多鈣片、補身湯藥都到唔到患處。唔少中年朋友長期食各類補骨產品，周身骨痛依舊，根源就在呢度。過咗45歲，人體陽氣整體慢慢收斂，先天元氣唔及年輕時旺盛，後天脾胃坤土嘅重要性一下子抬到最高。青年階段先天元氣充足，可以補償脾胃損耗；中年之後，先天元氣逐年遞減，養生重心一定要轉去守住後天坤土。如果本末倒置，繼續瘋狂揮霍脾胃，筋骨衰敗嘅速度只會越來越快。坤德貴在順和、安靜、持續運化，脾胃養生亦都要跟隨坤卦本性。坤忌躁動，過分操勞、無休止思慮都會擾亂坤土氣機。好多中年人習慣高強度工作，日做夜做，精神長期繃緊，思緒停唔到。脾主思，過度思慮直接耗損脾陰脾陽，坤土氣機鬱結，升清降濁，亂晒。坤土中意温暖，最忌濕冷，凍飲生冷瓜果長期入肚，持續傷脾胃陽氣。土氣寒凝，水濕排唔出去，痰濕積在體內，氣血行動受阻，筋骨經絡失養，腰腳沉墜，酸痛斷唔到尾。好多人腰酸，一到落雨天痛楚加劇，就係中焦濕濁往下走，阻塞腰背經絡。濕邪源頭就係脾虛，亦即坤土唔能夠運化水濕。呢一連串身體變化完全契合義理女土氣怨滯而生陰濕嘅象義。睇坤卦六柔變化，亦都映照中年人脾胃衰敗、筋骨受損嘅進程。坤初六，女傷，堅冰至，講明虛損唔係一朝一夕形成。初頭只係食完飯容易眼瞓，腰間間中酸軟，好多人當成普通勞損，唔當一回事。呢個就係女傷之象。坤土初受損，隱患慢慢滋生，長期唔理，慢慢演變成經常腰背酸軟，坐耐咗企唔起身，四肢骨隱隱作痛，骨量悄悄流失，就係堅冰漸成。去到周身不時骨痛，輕微撞碰都容易扭傷，確診骨質疏鬆。呢個時候坤土元氣已經耗損大半，
調理就要花極長時間。坤六二直方大，不雜無不利，係坤土中正平和嘅理想狀態。擺落養生就係作息定時，飲食平和，情緒安穩，唔好無底線透支身體，維持脾胃穩定運作。人過45，想要守住直方大嘅坤德，就要主動節制耗損，唔好再沿用年輕時揮霍身體嘅習慣。坤上六，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，陰陽爭鬥，氣血大亂，對應人身就係脾腎兩敗，筋骨衰敗得好嚴重，周身痛難以舒緩，活動受限，正係長期忽略坤土保養、陰陽失衡釀出嘅惡果。肝主骨骼外形，坤主骨骼滋養，二者唔可以分割。坤剛如果冇坤油持續滋潤，就只係枯骨；坤厚如果冇肝骨作支撐，肉身亦都無從立足。好多研習易經嘅人偏重肝道剛健，以為不停運動就可以強骨，忽略坤土承托先係基礎。唔少中年人盲目做高強度健身、負重操練，本身脾胃虛、氣血唔夠，硬谷自己操練，唔單止養唔到骨，反而加重腰脊損傷。運動好比天地間風雷，風雷能夠喚醒生機，但一定要依託厚實大地、脾胃偏弱嘅人，適合溫和舒緩嘅活動，慢慢疏通氣血，輔助坤土運化。唔適合劇烈耗氣，等到中土氣血充足，再適量活動，津液先可以送到骨骼，真正達到養骨效果。如果坤土薄弱，一味追求官道之動，氣血供應追唔上消耗，骨骼損傷只會愈來愈重。正係唔明白乾坤相配嘅道理。中年好多人有一種體質，長期腰膝酸軟，同時兼有胃脹、消化差、四肢水腫、舌苔厚膩，反覆飲補腎湯藥，起色唔大。追究根源，土養水滯，脾虛在先，腎虛只係後果。坤土冇能力運化，水濕泛濫，往下侵擾腎水，演變成脾腎同病。調理思路，先要溫運坤土，疏通中焦，令脾胃升清降濁，恢復正常，等到氣血源源生出，再慢慢滋養腎精，讓津液持續灌注骨髓，骨骼先會逐步充盈。好多人次序調轉，淨係識滋補腎陰腎陽，滋利藥材，令脾胃負荷加重，中焦越縮越實，形成惡性循環，腰軟腰酸，幾年都斷唔起。義理講求分清標本先後，坤土係後天之本，亦都係養護筋骨嘅根本。任何筋骨虛損都唔可以離開中土，淨係講進補。而家嘅生活模式，隨時隨地都有機會傷損坤土，捱夜顛倒作息，耗散陽氣。陽氣屬火，火生土，陽氣不足，脾胃缺少溫煦。陰食重油重甜，甜味最容易困脾，滋生痰濕，情緒壓抑，動不動發脾氣，肝氣鬱結，木旺克土，肝木克制脾土，直接打亂坤土運化。45歲正係人生壓力最高峰，多重因素夾埋，中土持續受創，幾乎係普遍情況。好多人骨骼一出現不適，第一時間隔止痛藥，暫時壓低痛楚，唔解決坤土虛弱嘅根源，痛症反反复复，骨量不斷下滑，痛楚只係浮出面嘅症狀。坤土衰殘，氣血唔能夠濡養筋骨，先係內在病根。易經不停提醒世人觀象之變，身體傳出腰酸易攰骨軟嘅信號，就代表坤土變薄，及時調整保養方法。仲有轉緩餘地，繼續置之不理，等到骨質嚴重疏鬆，骨骼脆到容易折斷，想要調理就難上加難。保養坤土，貴在日常點滴持續滋養，契合坤卦厚德載物，
日積月累嘅特性，唔存在一蹴而就嘅捷徑。飲食方面，優先揀溫和、清淡、容易消化嘅食物，守住脾胃陽氣，減少生冷、厚膩、刺激性食物，唔好俾中焦增加負擔。食嘢放慢速度，三餐跟蹤，令昆土建立穩定運作節奏，好似大地定時接收雨露，有序孕育生機。情緒上，減少無謂思慮，思慮傷脾，心境開闊，中土氣機自然舒展，坤氣順和，氣血先暢通。作息跟隨晨昏規律，日頭適當舒展肢體，黃昏減少操勞，確保充足休息，輔助全身陽氣。陽氣升騰，中土先得到溫養。調理千祈唔好心急，昆土修復係漫長過程，好似荒土要變沃土，需要長期耕耘，短期狂進補，唔能夠扭轉幾十年耗損造成嘅虛弱。亦都要分清一個常見迷思，唔係所有腰酸骨軟都等於脾虛、腎虛、濕熱、淤血、風寒、痹阻，一樣會引致筋骨疼痛。但係45歲之後慢慢出現嘅骨軟乏力、持續腰酸、骨量下跌，根源多數離唔開昆土衰敗。年輕人筋骨痛，多數因為外感勞損。中年之後，筋骨機能退化，核心問題就係後天氣血供應不足，脾胃作為氣血源頭，責任最重。年輕先天元氣充足，就算脾胃少有損傷，身體仲有能力代償。一過45歲，代償能力逐年下降，昆土嘅短板就會徹底暴露出來。好多女性停經前後，骨骼問題集中爆發。正係陽明脈衰，昆土機能下滑，氣血急減，唔能夠持續滋養筋骨。男性常年應酬挨勞，中年脾胃受損，一樣走唔甩腰腳衰退、骨量流失嘅問題。男女體質有分別，但個中病理脈絡完全相通。細讀醫易典籍，自古高明醫者，無一唔融會乾坤脾胃道理。張錫純深曉坤，元之生之義，直言脾胃就係人身之坤，脾胃健旺，五臟六腑、四肢百骸先有養分。李東垣創立脾胃學說，提出內傷百病，首要顧中土。好多肢體虛損痹痛，根源都係脾胃元氣不足。呢一類醫理同易經坤卦義理一脈相承。而家好多人學養生，習慣將易學同中醫分割，有人執住卦象玄談，有人淨係依賴藥材食療，唔識得將天人相應嘅道理融入日常。人體本身就係一個小天地，天地靠昆土承托萬物，人身靠脾胃承托氣血筋骨。睇透呢層象理，就唔會繼續困在只識補腎唔曉顧脾嘅局限。骨氣唔單止靠先天神精支撐，後天昆土源源不斷輸送精微，先可以長久維持骨骼堅固。幹健顯於外，昆厚藏於內。外在骨骼嘅強韌，依靠內在昆土持續滋養承托。過咗45歲，養生頭等大事就係守實昆土脾胃，唔好令中周衰敗。脾胃氣機順和，氣血生生不息，津液得以灌注骨髓，筋骨自然強健。腰酸骨軟、骨質疏鬆嘅隱患先可以從根源化解。如果繼續輕視昆土保養，任由脾胃日漸衰殘，就算日日服食各式各樣補骨良方，最後都只係無源之水、無根之木，收效唔會長久。易道千變萬化，離唔開陰陽乾坤。落到普通人中年養生，守住昆土就係守住一身骨氣，守住下半世筋骨安康嘅根本。世間大道睇落繁雜深奧，剝開層層表象，落腳點往往最為平實。懂得珍視脾胃呢一片人生昆土，
順應坤卦，順和承托嘅德性，節制各種耗損，徐徐調養，就可以延緩筋骨衰退，避開中年之後各式各樣筋骨頑疾。呢亦都係易經留低最貼近普通人生命狀態嘅養生智慧。等到骨痛日日纏身，就算有心調養，亦都要花幾倍時間先可以扳反轉頭。好多人一味追求捷徑，妄想飲幾劑湯、食幾樽補品就可以斷尾。呢種心態就係俾市面各式各樣養生產品捉實，白白做水魚。仲有一種常見嘅盲點，好多人養生淨係顧住身體物質層面，忽略情志對昆土嘅傷害。香港人生活節奏急促，人與人之間互相計較，有時受咗委屈唔可以發作，心裏面喐住，時常思前想後，無謂掛慮揮之不去。思傷脾，鬱傷肝，肝木持續克伐昆土，脾胃運化只會越來越差。好多人唔明白點解飲盡補湯，脾胃依然唔起色。問題唔在藥材唔夠好，而係日日心結難解，不斷損耗中土。坤德主包容、主純正，心靈長期處於拉扯、焦灼、孤寒嘅狀態，人生之中嘅坤土自然難以安寧。唔好成日將得失擺在心頭，學識放下，無謂執念，先係免令脾氣鬱結最平穩嘅方法。唔好凡事計到盡。有時睇開少少，唔單止心境舒暢，連脾胃負擔都可以減輕。呢份平靜係任何貴價補品都換唔返。